明仔载伫要围炉要过年啊，古早人认为讲过年拜财神爷求财上界灵社，要带大家来看到这间互网友俄罗斯规台湾10间上界大、上界灵社的财神庙，其中上特别的就是有迎富送供的仪式，听讲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啊。一届搬绿色杯，若是全部上杯，就会当求到一块金牌。另外，庙理事长是过去戏剧小生刘尚谦，伊讲35年前开始学修道，因为缘分才会来到财神庙来服务信徒。俗语讲：一钱财、二文财、三亏鞋。讲到钱财，人爱，要安怎来求财？听讲过年拜财神效果上厉害。无讲你唔知，今仔日带大家做伙来看卖。来到迎富送供庙，拄开始看到就是迎五富送五供，嗰落去大礼。要送供，就要为龙门入去到庙里，成立咧专门招财水池区，时来运转。庙对过就是石门水库，后壁是大坝尖山，代表好运来，财运到，金银欠到到。来到财神庙拜拜，一定要诚心诚意，先舀水了后，来静心静口，谢天谢地，来洗元宝。洗完宝了后，再搁把水打伫咧肩胛头，也搁有打伫咧头，刷来代表把钱拢趁伫咧落地内底。一个来到庙里，看到五路财神爷伫咧一站一站的元宝顶面，上界顶头站的是天公祖，第二站是三官大帝，中是天官，两边是地官，好边是水官。上界重要就是拜山主神了后，爱读诵经文，安尼就会当诵经，身体健康，有拜有保庇。我是在做网拍的，嘿，我觉得每个月固定都会来一次，对我是觉得就是在这里拜了不错，对，就是业绩有变好。说这里很灵验，再加上这里很多拍照很漂亮啊，主要是就想来借钱跟拍照。去年来拜过，感觉今年的运动较好，然后业绩较好做。写家己的名，邓秋颖伫咧济公县书面头前读诵经文，行行行，去去去，阮兜厝下大海大日月，行行行，去去去，赶紧坐纸车，骑纸马，为大溪坐大船，送为大海色。我家房子小，大海无限大，穷穷穷，去，赶快坐直车。因为我朋友说他一拜了之后一帆风顺，拜之前跟拜之后的状况是身体也蛮好的，蛮健康的，然后事业很顺利。身体越来越健康，然后那个工作越来越顺利，万事如意。读完了后，刷来日咧香炉洗三轮，消化到诵经准理，搁再请济公神师的开线，甲村的经气会走，为头到尾的一个。这间五路财神庙有好地理、好风水，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，名声透京城，实在真灵圣。上界重要的是庙理事长哪会这面色？我大概35年前开始学这个道法，那我修的也是天龙祖法门，也是玉皇上帝的法门。那这个我们庙主持玉善师傅也是修这个法门。那他讲说，可不可以来帮我们的忙？大溪这间财神庙，互网友俄罗斯规台湾10大财神庙其中一间。上界特别的是有送经的仪式，可能大家拢捌听过钱是万灵，无钱万万不灵。当年5月办送经的法会，听讲这个仪式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。送穷神、送穷鬼，其实用草跟芭蕉叶扎成的这个草船，然后把穷神放到船上，给他放上粮食，放上金银纸。然后再把这个穷鬼、衰鬼也都请到船上之后，我们把它点着，然后顺着河流让它飘走。2-3年安尼，第一届安尼跋6杯神杯啊，足欢喜。绿色杯就是古早色，黄、红、青、白、乌，代表五路财神爷。另外顶面有紫色杯，代表是天公。跋一个上杯，就会当求到一袋58块钱的红包乐啊，求到一尊财神爷的保庇。2个上杯代表求到2个红包乐啊，假使若是5个上杯，就拢总摕到588块的发财金；若是6个上杯，就代表生命要树立招财金牌。但是金牌我们还要放在神坛上加持7749天，你才能够领。所以就是说，它有一个仪式，你要7749天之后，你再把它赢回去。
接着人问讲要安怎行？我你有趁钱才会行，阮无你讲，那你即马摕着去行无？挂着相杯就会当去服务台领招财金，也佫有招财卡。招财金会当欠你家己银行或者是邮局的口座，招财卡会当放伫钱包啊，安尼来招财。下一届行完的时，都爱记你早来，顺线用倒手顺时针的方向射香炉、射三粒。你用伫你的做生意，去找人摕钱，还是要做生意的物件。啊，若讲你若无做生意，咱会使欠伫咱的有去叮当的户头内底，伊是招财钱，你也家己使用。有钱乌龟坐大厅，无钱守财人人惊，大家拢想要好嘢。若是会当得到财神爷的加持，金银财宝就会当满厅头，财运自然行卡到。假使若是佫嫌无够，会当补财库。一般民间信仰认为讲过年拜财神爷上界灵啥，嘛有真侪人趁机会特别来补财库。咱遮庙的有家己的补财库的专用金纸，这个金纸是所有神明的组合金。咱庙来拜拜补财库，都是来请迎富送穷金来补财库就可以啊。拜煞了，会当行五色圣杯大道，为神明正面好门行出来，代表有五路财神爷做伙加持，好运来，歹运煞，金银财宝拢总来，大家欢喜笑嗨嗨。一般来讲，圣杯卡杯就是奇迹，所以我们按照这个，我们圣杯大道就是按照我们6个杯的颜色，红的、黄的、黑的、白的、绿的，然后再加上紫色杯。这个圣杯大道底边我们都要暗藏7星，所以你今天拜完要回家的时候，让你回去你开运。人咧讲救急不救穷，穷是无多救，大家拢惊散食。今日咧徛杯门，代表财宝趁甲贵面床。金鼠年好运年，拜财神祈求公司大船入港，大趁钱，大家平安佮顺遂，趁钱趁甲笑眯眯。台视新闻郭义中、赵伦昌、唐报道。